呢個係由一個生還者內講述嘅故事。事發嗰日，佢同兩個朋友江同 Ned 一齊去參加朋友嘅出家儀式。離開寺廟之前，一個阿姨叫佢哋留低食飯，仲將幾袋飯餸打包俾佢哋攞走。食完飯之後，大約傍晚6點左右，佢哋就出發返屋企。江負責揸車，內坐前座，Ned 就坐喺後座休息。車一路駛入一個偏僻嘅橡膠園裏邊，天色越嚟越暗，兩邊除咗一排排嘅橡膠樹之外，基本上睇唔到任何燈。就喺呢個時候，Ned 突然間叫停車。江問佢做乜事，Ned 指住路邊話有好多狗，但內同江望出去，路邊乜都冇，根本一隻狗都睇唔到。Ned 好堅持咁話有10幾隻狗喺路邊望住佢哋。佢就攞起阿姨送俾佢哋嘅飯餸落車，話要餵狗。雖然覺得奇怪，但佢哋兩個冇阻止佢。Ned 落車之後踎喺路邊，不停向前伸手，好似真係餵緊狗咁。但喺內同江眼中，根本乜都睇唔到。江突然發現 Ned 身邊好似多咗一啲黑影，最初只係幾個，之後越嚟越多，好似有10幾個人圍住佢咁。江越睇越唔對路，突然間講咗一句：嗰個唔係 Ned。內呆咗，再次望向路邊，而嗰個身影亦喺呢個時間慢慢抬起頭，對住架車露出一個令人心寒嘅笑容，然後轉身一步一步咁行咗入去橡膠園。江好驚，即刻踩油離開。內一邊追問發生咩事，但係江只係不停重複一句：嗰個唔係 Ned。就喺呢個時候，內無意中望向倒後鏡，發現 Ned 竟然已經坐返喺後座，好似從來冇落過車一樣。內呆咗，因為佢根本唔知 Ned 幾時上返車。架車入面突然間靜晒，冇人再出聲，就好似大家都唔敢再提起啱啱發生嘅事。但之後發生嘅嘢，內到依家仍然分唔清究竟係真還是係幻覺。佢只記得自己越嚟越攰，最後喺車上面瞓咗。到醒返嘅時候，周圍好靜，全部朋友唔見晒，剩返佢一個。內落車揾，但越行越覺得唔對路，因為佢竟然見到江同 Ned 喺森林入面互相攻擊，佢哋兩個好似完全失去理性。內即刻衝向前，佢哋兩個就突然間停手，然後同時望住內，佢哋乜都冇講，就一齊衝咗入森林。內即刻衝上去，但係完全迷路，唔知自己去咗邊。唔知過咗幾耐，內終於見到自己架車，佢以為終於揾到出路，但當佢行近架車嘅時候，佢見到司機位竟然坐咗一個人。由於太暗睇唔清楚個人樣，內以為有人偷車，所以即刻衝埋去。但係當佢睇清楚嘅時候，佢嚇到呆咗，因為坐喺司機位嗰個人竟然係佢自己。內嚇到即刻褪後，而就喺呢個時候，樹上面突然間有笑聲。佢抬頭一望，見到江同 Ned 坐喺樹上面，低頭望住自己，但係兩個人嘅樣已經嚴重腐爛，完全唔似一個活人。內轉身狂跑，一路跑入森林。佢見到10幾隻狗圍住一個瞓喺地下嘅人，瘋狂咁咬，而嗰個人竟然係江。內衝過去趕狗，啲狗慢慢散開，但佢發現眼前嗰啲根本唔係狗，而係一個又一個嘅人影，全部企喺度望住自己。之後發生嘅事，內已經記唔清，淨係記得自己不停咁跑，不停咁跌低，直到眼前一黑，徹底失去意識。到內再次醒返嘅時候，救援人員已經到咗，而佢眼前嘅畫面令佢永遠冇辦法忘記。架車已經撞向路邊嘅大樹，車頭嚴重損毀，佢自己滿身鮮血，而兩個朋友江同 Ned 最終證實死亡。咁多年嚟，內一直相信當晚佢哋遇到嘅並唔係普通嘅交通意外，而係泰國人俗稱嘅鬼揞眼。內一直諗，當架車撞向大樹嗰一刻，佢嘅靈魂係唔係曾經離開過自己嘅身體，所以佢先會見到車內嘅自己。而佢見到嗰兩個朋友嘅事，究竟又因為咩造成呢？到而家佢仍然諗唔通。